香港國際創科展一連4日喺灣仔會展舉行，吸引超過550個參展商參展，展出多款嘅人工智能同機械人產品。四肢靈敏，可以上梯級，又可以爬斜坡，即使戶外活動都難唔到佢。呢隻機械巡邏狗無需人手操控，由程式自主控制，已經喺本地10幾個屋苑使用。原來佢想睇下 Podium 會唔會有啲小朋友玩滑板喎？咁其實係好難叫個保安員成日動響度㗎嘛，咁就會定期由呢個嘅即係巡邏機械人去到做一個嘅即係巡查啦。咁但係當佢見到有一啲嘅motion 呢啲動作啦，就會通知保安嘅後台，咁你就可以派保安員去到做一啲嘅溫馨提示。機械人佢就好精準，因為佢係一啲即係用 AI 同埋即係算法嘅即係電子技術，咁變相做例如嗰個精準度咧就會有個提升，同埋喺人手上面就可以幫到好多手。展覽由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同貿發局主辦，嚟自21個國家同地區超過550個參展商參展，聚焦人工智能、機械人技術、低空經濟等等嘅範疇，為本地同海外企業提供交流平台，並且協助內地企業出海，更加同內地高校簽訂合作備忘錄。幫助我們交大新孵化的科創企業，以及更多我們全世界的海外的校友的創科企業呢，能夠在通過香港這個平台做一些海外的鏈接和走出去的探索，幫助我們的創科企業呢，能夠去做更多的金融的融資有更多的合作方的這種鏈接。展覽亦都設有智慧香港展館，展出超過20個政府部門同公營機構運用人工智能嘅例子同場景。無線電視記者陳佳欣報道。